你根本想象唔到，而家香港經濟最大啟引闊，唔係樓市波動，唔係遊客減少，而係港人自己正喺度用腳投票，將香港每月106億港紙啟消費穩穩送到大灣區。好多人仲以為港人北上只係週末遊意去深圳食餐飯，行下街啟消遣行為。點解如今成條街鋪位兜空，路牌食肆執笠，超市舉頭紛紛結業，甚至2大零售舉頭被迫合併求存？今日我用全球最新權威數據，8大行業真實現狀，完整商業死循環邏輯，徹底講透呢場顛覆香港底層生態啟跨境消費革命。睇完呢條片，你會徹底明白呢個根本唔係簡單啟港間熱潮，而係一場不可逆，正喺度重塑香港未來啟幾舊性經濟大變局。首先，我打破所有人啟固有認知，港人北上早就唔係牛耳啟週末出遊，已經徹底變成幾十萬香港家庭啟日常江疏心火分絲。我哋先睇實打實佢硬核數據，冇任何誇大，全部係2025到2026年官方權威統計。2025年全年港人北上消費總額已經逼近557億港紙，對比往年直接暴漲200億。北上總人次高升至8191萬，升幅高達53%。平均每人每次北上消費680蚊，擺返日常場景，大家就感受到週末香港各大口岸日均通關人次突破50萬，單日最高有40.3萬香港人直接湧入深圳。呢個係咩概念？相當於每週末香港近1/20啟人口集體離開本地消費市場。更能體現常態貨界係2026年最新數據，銀聯國際統計顯示，上半年港人內地線下銀聯卡消費同比提升接近30%。線上數碼交易升幅更加誇張。Visa 2026年6月啟大灣區消費報告直接證實，49%啟香港市民已經將北上大灣區當成每週或每月啟固定行程。換句話說，喺一般港人眼中，北上消費已經唔係出遊，而係買菜、食飯、睇牙、裝修啟日常，同我哋落樓行超市冇任何分別。喺所有內地城市入面，深圳以60%啟超高選擇率，成為港人北上首選目的地。遠超澳門啟40%，廣州啟36%，而且出行模式都徹底改變，主力就係Z世代後生仔，平均每年北上11次，主打即日來回啟快閃消費，高效高品更說，啱啱過去啟端午節假期就係最真實啟縮影。假期首日下午4點前，香港出入境人次已突破68.8萬，其中41.5萬都係香港居民出境北上。西九龍高鐵站遲底逼爆，無數香港人拖住 chip 排隊過關。唔係長途旅行，只係去內地食餐飯、購下物、玩親子項目，隔日就返。唔止人流量爆漲，港車北上亦遲底打通消費逼返。2026年大家知道，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啟港澳單牌車出入境車次直接突破103萬，同比升1成7，單計車次首次破8萬。同期出入境啟港澳居民超450萬人次，同比升1成，全部創歷史同期新高，而且通關便利度持續升級。6月20日，香港口岸上線全港首個無感 E 道，5秒就完成出境手續，門檻越嚟越低，通行越嚟越快，即係話港人北上啟消費外流趨勢只會越嚟越猛，完全冇回頭路。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感受到呢個已經唔係零星啟消費流失，而係大規模生態化啟資金外流。我同大家計一條最扎心啟總賬，香港每個月固定有106億港紙啟消費力，徹底流出本地市場，湧入大灣區。呢筆巨額資金到底流咗去邊？益普索2025年10月啟專項報告講得好清楚，外流消費結構極度集中，62%流向外出就餐，62%流向日用百貨、美容美髮、娛樂等生活服務類消費，佔比全部超過3成。從人群睇，消費主力非常清晰，千禧世代每個月貢獻54億外流消費，Z世代貢獻21億，2大後生群體撐起香港消費外流啟大半壁江山。好多人可能會問，咪就係大家去內地消費啫？對香港本地影響真係咁大咩？現實遠比你想象更加殘酷。大新銀行2026年5月調研咗340間香港本地中小企，結果觸目驚心，74%受訪中小企營業額已經受到北上消費跨境電商明顯衝擊，其中接近2成商家營業額直接暴跌超過2成。商家啟競爭痛點亦好直觀，4成半老闆話內地跨境電商啟平價生活用品，直接搶走自己啟客源。4成3慘飲，而勒商家氹飲，市民週末集體北上，徹底掏空本地夜間同週末消費市場。仲有3成企業受到港人長途外遊特加影響，生意一年難過一年。最可怕嘅係呢個已經唔係短期啟疫後現象，而係幾舊性、永久性啟市場重構。香港本地零售業正喺度承受成本上漲、
市場隨後檢驗，利率波動啟三重夾擊。本地三學啟對手早就唔係隔離街啟同行，而係成個性價比更高、選擇更多、體驗更好啟大灣區跨境消費生態。每月百億級資金持續外流，涓涓細流早已匯成洪水，正喺度慢慢沖垮香港本地商業攻擊。如果想直觀睇到呢場衝擊凱破壞力，唔使睇宏觀數據，喺香港遍地開花凱結業潮就夠。首當其衝凱就係社區超市同民生零售業。2026年開始，香港連鎖超市凱結業潮持續發酵，路牌掘頭百家，半年之內執咗至少5間分店，包括大窩口村、香港仔田灣、西貢市中心、富盈花園等核心社區門店。曾經人流旺盛喺西貢商圈，如今門市冷清，網友直言本地人都唔再幫襯，根本撐唔住。但我想話俾大家知，真實情況比執笠更可怕。呢個唔係冇人消費，而係消費結構池底碎片化，利潤被無限壓縮。以前香港人啟消費模式好簡單，每周去一次本地超市，一次過買幾百上千蚊，買齊全家，一周啟食材、日用品、零食，單筆仲價高，利潤穩定。但而家呢，大宗採購一浸私囤貨啟消費，全部轉移咗去深圳，留低喺香港本地超市啟，剩翻臨時應急啟踴躍冷水消費，一支奶、一包紙巾、一支椰飲，救急式消費。表面睇超市仲有人流，熱熱鬧鬧，實際上單筆交易額大幅縮水，商家有人氣冇利潤，硬生生被溫水煮蛙式拖垮。政府統計處數據直接印證現狀。2026年1月，香港超級市場貨品銷貨價值同比跌 5%， 食品、酒類、煙草跌 10.5%， 排貨公司貨品大跌 11.1%。傳統實體零售全線下跌，但網上零售依息暴漲 25.1%。消費者啟消費渠道同場景已經徹底轉移，為咗生存落去，香港超市巨頭已開啟中寄內卷，被京東收購啟家寶超市。2026年連續3次推出全線8折優惠，累計讓利8日。百佳、惠康持續線上派優惠券，綁4蚊下做92折優惠，價格戰打到極致。最能體現行業危機啟係坊間傳出超級重磅消息，長和旗下啟百佳同義和旗下啟惠康兩大香港零售巨頭竟然計劃合併抱團。大家細品一下，曾經壟斷香港本地零售市場啟兩大巨頭，如今被逼到要合併長成品，對抗北上消費同跨境盯上啟衝擊，足以證明香港民生零售啟危機已經去到行業天花板。巨頭尚且如此，普通社區小店、個體商戶啟生存困境，求想而知。民生零售之後，第二個被徹底擊穿啟剛需行業就係牙科醫療，呢個亦係絕大多數香港普通人最真實啟北上消費剛需。好多人唔知香港本地牙科收費有幾誇張，深圳補牙、植牙啟價錢只係香港啟1/3到一半，巨大價差令無數香港市民義無反顧選擇北上睇牙。數據唔會呃人，2025年港人北上深圳就醫人次突破280萬，其中牙科服務佔比超過40%，單單深圳羅湖區啟後坑機構接待啟港人患者同比升超過40%，南方好近打卡，深圳後坑醫院每年就吸引到1.5萬港人就醫。之所以出現呢種熱潮，除咗價錢優勢，香港本地牙科資源短缺都係核心痛點。全香港註冊牙醫大約2600名，公營牙科人手嚴重不足，編制缺口高達104人，平均每1萬個香港人只對應4名牙醫，而深圳每萬人牙醫配置達到8.2名，醫療資源密度遠超香港。香港牙醫學會同港大牙醫學院啟調研揭露真實市場現狀。超過一半香港市民成日見到深圳牙科宣傳廣告，1成受訪者會定期北上看牙，4成1願意北上洗牙，3成2願意做牙齒檢查，1成7計劃北上植牙。呢個直接導致香港私家牙醫生意斷崖式下滑，仲出現咗一個好特殊嘅後遺症。平均每個香港私家牙醫每個月要處理4宗港人北上看牙失敗後啟翻修個案、植牙失誤、根管治療出錯、補牙後遺症等等。全年累積翻修問題個案高達10.8萬宗，呢度我都客觀提醒大家，北上睇牙性價比雖高，但風險絕對唔可以忽視。好多內地連鎖牙科機構為咗衝業績，唔充分了解患者病史，就盲目推薦高風險療程，過度治療、虛假宣傳情況屢見不鮮。植牙屬於高精密牙科手術，一旦操作失誤，會損傷鼻頭、口腔神經，造成永久性傷害。而且部分機構仲存在跨境非法營收、冇資質執業嘅問題。但即便有風險，港人北上看牙嘅趨勢依舊無法逆轉。當本地服務又貴、資源又緊張，跨境服務性價比碾壓，消費者必然用腳投票，本地牙科行業啟河流同利潤只會持續流失。
如果說買菜睇牙係小額高品啟持續流失，咁全屋定製家居裝修就係重創香港本地行業啟大額重磅流失，堪稱毀滅性打擊。好多人唔清楚，香港每年家居裝修全屋定製市場外表超過萬億，其中定製櫃類準備3成半係利潤最高啟核心板塊，而且正3年香港細單位定址新居入伙全屋裝修需求每年人步增長，2025年同比升幅達1成2，需求明明喺度升，但香港本地設計、裝修、家私行業卻越做越慘。核心原因就係90%香港全屋定製產品本身就係大灣區內地工廠生產啟。以前香港二廚只可以揾本地盟店落單，盟店對接內地工廠代工，層層加價，租金、人工成本全部轉嫁俾消費者。但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二廚直接跳過香港中間商，對接深圳、東莞、惠州啟源頭工廠，呢一步跳過，直接斬斷香港盟店高昂啟鋪租、人工、中間商差價。同等現材、同等工藝、同等配置啟全屋定製，內地源頭工廠報價比香港本地盟店低3成到5成，而且內地工廠普遍採用德國豪邁封邊機、激光 PUR 高端工藝，現材都係國標頂級環保標準，性價比完全碾壓香港本地生活。更捲啟係深圳頭部定製工廠已經完善深港跨境服務，口眼免費接送，香港本地師傅上門安裝，全程售後跟證，徹底解決港人跨境裝修啟後顧之憂。當然風險都同步存在。2026年深港跨境家居消費投訴量同比暴漲4成2，7成以上投訴都係遇上冇自有工廠啟皮包中介公司，好多打着深港兩地服務旗號啟商家，只有石子樓轉艇，全靠外包代工，最終貨不對版、拖工期、售後失聯問題層出不窮。香港消委會水庫現晒跨境網購家居投訴創4年新高，有消費者使咗11萬港紙定製全屋家盒，最終遲抵翻車，維權冇門。但側邊有維權風險，消費者依然願意北上，因為香港本地行業議價太高，性價比太低，服務短扁太明顯。長期落去，香港本地裝修、設計、家私行業會徹底失去高利潤啟定製、試啟、主材銷售環節，最後只剩低端啟安裝、維修售後工作，成個行業啟價值同利潤被跨境市場徹底掏空。講到呢度，好多人只睇到表面啟鋪頭執笠、生意變差。但真正可怕嘅係呢場消費外流已經形成不可逆啟惡性循環、死循環，成個鏈條非常隱蔽，但殺傷力極強。港人消費外流，每散屋營收殺化，被迫結業，社區商業配套退化，商圈冷清，商鋪租金下跌，木業沽紙收水，居民本地消費體驗變差，更多人選擇北上消費。一旦陷入呢個秘粉，想逆轉幾乎冇可能。我哋睇香港各大上坑現狀就一目了然。曾經人氣爆棚嘅葵涌廣場，號稱平民美食天堂，如今二樓小食街冷冷清清，大量鋪位兜空，好多小食店月租高達24,000蚊，核心鋪位租金更去到6萬至7萬蚊一密，租金堪比中環甲級商廈，高昂租金特價人流流失，小商戶根本頂唔住，只能陸續結業，進一步拉高商場空置率，形成越空越冷，越冷越空啟僵局。旺角招萬中心曾經係香港後生仔啟潮流聚集地、打卡勝地。如今徹底落幕，空置鋪位越嚟越多，被網友直言邊有死場。表面睇商場燈火通明，但核心民生剛需小店全部退場，取而代之啟係健身、美容、影星呢類低頻消費業態。呢度同大家科普一個商業邏輯：民生餐飲、日用零售係高頻消費，每日每星期都帶嚟穩定人流，可以辦好成個商場啟下藥同生意。而健身、美容係低頻消費，一個月一次甚至更耐，完全帶唔起傷健人氣。傷健啟人流質量，商業價值早就悄悄崩盤，商鋪市場更加進入寒冬，好辛苦街鋪空置率持續走高，尖沙咀、旺角空置率持續攀升，大量持有黃金地段商鋪開爐牌椅嘴，開始低價放售，徹底接受鋪市長期下陷改事實。更扎心卡係業態降級，香港核心黃金地段啟商鋪，曾經係國際大牌、高端零售、知名食肆啟集中地，如今紛紛換成兩籠飯小店、平價服飾、速展盟店、物流自提店。呢個唔係貼地，而係商業層級啟全面下陷，係本地消費力衰退最真實啟信號。二線商鋪更加徹底供過於求，空置常態化，成條街激鋪連住，消費者冇消費意欲，市道只會越嚟越低迷。好多人會疑惑，香港本地生屋明明處境艱難，點解唔降價自救？呢度就講到最核心啟生死矛盾，亦係所有香港中小企啟無解困局。香港本地生屋啟換營成本幾乎冇下降空間。租金、人工、物流、牌照、保險、設備成本全部高企，
過去生蠔可以靠市場壟斷，將所有高成本轉嫁俾消費者，穩穩賺取議價利潤。但而家大灣區喺平價優質服務，徹底打破香港喺定價壟斷，消費者有咗極致性價比喺替代選擇，生蠔再都冇辦法隨意加價，只可以自己硬食所有成本壓力，成本高企，定價權徹底喪失。呢個就係香港中小企喺生死果。大新銀行調研數據精準印證呢一點，7成9企業認為成本上升係最大風險，7成8擔憂市場氣數疲弱，5成2擔心利率波動，疊加地緣政治、供應鏈波動喺外部影響，中小企利潤空間被壓縮到極致。更可惜嘅係，超過一半中小企從未申請，亦唔了解政府喺扶持政策，錯過自救機會。為咗生存落去，香港商家已經用盡辦法，2成6商家同供應商重新議價壓地成品，2成4調整售價薄利多銷，2成優化庫存減少損耗，3成4直接減價促銷，2成9加碼體驗式服務，2成5發力線上送賣營收。但即便如此，依然擋唔住行業洗牌。2026年3月，灣仔潭島咖啡、新蒲崗明星海鮮酒家、太古城漢騰閣等一眾陪伴港人成長舊老字號食肆接連結業執笠。端午假期，西九龍高鐵站人潮湧動，全部係離境北上啟市民。本地商鄉冷冷清清，足以說明消費習慣喺徹底轉移。而家香港零售業已經徹底告別簡單喺價格競爭，進入價值競爭時代。財政司司長亦明確表態，香港零售已經從產品導向全面轉向體驗導向，未來核心方向係成為連接內地生產力同全球消費力喺雙向增值節點。靠香港本地標籤就自動揾錢，靠地段壟斷就躺贏喺時代已經徹底結束。講到呢度，好多人都覺得香港本地市場徹底冇得救，但我想話完全唔係，香港並非毫無還手之力，依然擁有大灣區內地市場無法替代啟核心護城河，只要揾啱方向，依然可以破局重生。香港第一個核心優勢係即時性便利，北上消費再好都需要規劃行程、耗費交通同時間成本。但香港本地市場三鋪，樓下5分鐘就買到急需啟食材、日用品、深夜應急臨時所需，即時消費呢種隨攞隨用，唔使等啟即時滿足感，係跨境消費永遠替代唔到啟更需。第二個核心優勢係品質樹遠與安全保障。香港成熟嘅變零體系，食品追溯標準、退換貨保障、品質監控，令消費者對本地食材、日用產品嘅安全性有更高信任度。好多高端入口類產品，消費者依然優先揀香港本地，追求安心同可靠。而且香港可以依託果質化優勢，將本地優質產品反向輸出內地，打開全新市場。第三個核心優勢係荷貴完善啟售後體系，無論牙科醫療、家居裝修，香港有完善啟行業監管、荷貴施工標準、清晰權責劃分、長期售後保養。反觀跨境消費，容易出現過度治療、貨不對辦、維權困難、售後失聯等問題。對於追求穩妥、限重長期保障啟消費者，香港本地服務啟荷貴性係無可替代啟優勢。今值得關注啟係內地巨頭都主動南下佈局，將岑岑式體驗門店、先玩後買啟式模式開到香港社區，帶嚟衝擊啟同時，都帶嚟全新啟經營思路。Mastercard 經濟研究報告都俾出客觀結論，香港消費市場唔係單純衰退，而係深度結構性重構。消費者已經將本地、內地、海外消費整合成一套完整啟跨境消費生態，市場正喺度借花適配呢種新變化。未來可以生存落去，做得好啟香港散貨，一定係識得揚長避短，重構價值啟精英炸。超市唔使再鬥平，而係深耕新鮮食材、精準配送、社區專屬服務。牙科唔使鬥價，主打透明收費、規範流程、安全底座。裝修行業可以整合內地地產品供應鏈，搭配香港團隊啟設計、監工、驗收、售後，平衡性價比同安全性。總結落來，港人北上消費唔係香港經濟啟終點，而係香港商業徹底轉乘啟轉折點。靠紅利、靠壟斷、靠地段，躺賺啟舊時代落幕；靠服務、靠價值、靠實力競爭啟前時代正式開啟。未來香港市場唔會再靠單一本地消費支撐，而係深度融入大灣區，形成雙向流動、雙向賦能啟全新消費格局。跟唔上變化、死守舊模式啟商家，一定會被淘汰。主動轉型，發揮本土優勢啟精英炸，先可以抓住新一輪機遇。睇完呢條深度拆解片，你終於睇懂咗香港每月8億消費外流啟底層邏輯同未來趨勢。覺得內容乾貨文文對你有啟發啟話，一定要讚好、收藏、轉發俾身邊朋友，一齊睇懂大灣區經濟變局。中意呢種硬核城市經濟、商業趨勢深度改實改朋友，記得點點關注，點亮小鈴鐺。
我會持續帶大家睇懂香港大灣區最新商業變化。評論區傾下，你覺得北上消費係為咗香港，定係逼香港完成升級轉型？